好，好，好，阿妹，再等一下，再稍待一下。好。上主要的蛋糕酥好食无？好吃。好了，1、2、3。月亮在我心，情同意更浓。好。感谢。来。而且你有做过月饼不香啊？有。等一下，这个还要用。家乡有不一样吗？对，有不一样。我们家乡是用蒸的，顺着就把它做下去了。这个你会？然后有折痕，对不对？它有折痕，我们都往内。这里是不是有折痕？在里面啊。然后因为我们要光滑面，所以我们折痕放里面。我们跟这个也有关系。对，我们主要以馒头和拉面为主。那他有没有说像奶酪那个饼干那一类？饼干会，我们是馕饼，新疆的馕饼烤的。馍馍的那一种。等于比较没有像这种面包类这样嘛。面包类比较少，比较少啦。我们都是蒸的馒头来，馒头，面粉发酵做的馒头。那边的中秋节的气氛跟这边那个氛围差多少？那边比较有味道，还是这边比较有味道？那边乡下比较有味道。也有公平一点。哦，还有沙油。蛋液，蛋黄吧，蛋液，我不懂。够了吗？老师说要涂这个才会变得黄黄漂亮。对。毛鸟会，哎，对呀，这样来煮。软啦。加鸡蛋好好吃的了。对哦，面都不懂。那我们这次所要办的是108年度的“月亮在我心，情浓意更浓”的中秋节活动。那这一次的活动的话，主要是想说，因为我们新住民都是从各个国家，有大陆、印尼、越南、柬埔寨各个国家来的。那每逢佳节倍思亲，到逢年过节的时候，我们特别思念我们家乡的亲人。那想说通过这个活动的话，我们一姐妹的相思之苦，有点回娘家的感觉。那重要的是说，我们新住民在台湾这个社会生活的话，我们得到台湾社会各界以及政府的大力支持与关爱，我们想用我们实际的行动来回馈社会。所以说，我们今天包的蛋黄酥的话，我们做好了以后会回馈给社区的一些独居老人、弱势家庭以及单亲的家庭。所以说的话，用我们的实际行动来告诉社会各界，谢谢大家的关爱，我们也会用我们的能力回馈社会，谢谢。